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廣東台最出名嘅明星演員其實有好多個都唔係廣東人，例如外來媳婦本地郎康家5個新抱都係外省人，大嫂香蘭嘅扮演者丁玲來自山東青島，二嫂蘇妙嬋虎艷芬祖籍四川，三嫂杏子劉濤籍貫江西，三嫂王妃錢瑩籍貫湖南。仲有戴安娜克連路，佢係德國人，更加令人諗唔到嘅係二佬康琪中國廠居然係東北人。另外，廣東最出名嘅主持人鄭達，佢嘅籍貫係湖南，主持人宋嘉琪籍貫山東。不過，亦有好多出名嘅藝人係廣東人，例如著名主持人武林出生於廣東韶關，靚女主持人李靜文出生於廣東肇慶，仲有上聲小品大師黃俊英，佢係來自廣東羅定。為了早點回家擠視頻，我在瓜子二手車買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萬9，買二手新能源我推薦瓜子。瓜子最近上了幾千台新能源源頭車，全是從個人和批發商這些源頭來的，同樣車況輕鬆省下萬把塊，錯過就虧大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頭施工更省心。羅定鍋鴨最有名，廣東中山杏仁餅，連州菜心最殺食，粵西廣東嘅羅定腸粉聞名全國，中山梗係要買燈啦，清遠梗係要溫泉啦，哎呀溫泉，牛脷咁多嘅咩？隔水雞啱唔啱？隔水蒸雞，仲有淮香